乡亲继续要来看的是这个中国的解放军最近甲咱抢渡的动作是愈来愈大，嘛使得台海的情势愈来愈紧张。到伫这个时阵，国防部来传出讲，要甲原先中备时期突发状况的处置的规定，进一步解说做自卫反击，也就是讲，除非对方主动来动手，也若无，咱这边未来出手。军事的专家讲，这就是维持现状的意思。台海的空中气氛愈来愈紧张，总统蔡英文嘛呼吁中国爱家己较准则的，若是带一天有四角叉，连敢要开头一枪。越接近本岛越积极处置的一个原则，判断上已经确定他对我有明确的一个攻击行为或者是威胁的时候，我们就会来评估行使自卫权，并且在获得授权之后来执行。今麦传出国防部要修改国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要将原本规定的第一级改做是自卫反击，安尼是毋是就将主动权定等于予解放军？提振国军第一线人员的士气，还有民众的就是认知还有安全感，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自卫反击反而是比较接近维持现状的。会当出嘴，袂当出手。新的解说嘛提供国军决策的依据，但是汉光演习最新的电脑兵推结果。今麦国军煞面临精准弹药不足的状况。那个精准弹药不足的说法，有待进一步查证。军事专家也是真乐观，因为精准弹药是不对等对抗的重要武器，无论数量是毋是符合实际作战的需要。兵推的结果嘛变做是国军修改现行作战计划的重要参考。